伫咱台湾，真侪传统建筑都会当看到珍贵的剪黏艺术。不过，这项工艺嘛面临着传承的断层。新北市文化局就特别开课，希望让愈侪民众会当做伙来了解剪黏这项强美术团的工艺。 大人囡仔手提剪刀，专心把花仔挂好较细致，接落来用剪仔把花仔剪做花瓣，大家做伙来体验剪黏这项传统工艺。我觉得蛮有趣的，而且中间有很多，应该是蛮多，就是需要练习，然后对那个美感，然后想象跟做出来，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个落差。即马少年就喊你来学这款物件啦。 我感觉是讲，可能政府该大力推广啦，无真正这可能会失传哦。剪黏唔需要长期学习，也得要有一寡艺术天分，才会当找到美感。民众表示，透过课程体验剪黏艺术以外，也了解到这项工艺真正需要有人面对面一步一步来看教。这届课程艺术是做剪黏超过1架子的贾进发，伫台北保安宫、干道宫真侪庙宇拢看到老师的创作。贾进发老师真够运用剪黏刻画人物，面对传承断层，伊表示，即马社会工作形态改变，无啥人会接受需要长时间学习，工作环境定定都爱透风拍这个工课。补救这个工课，应该是政府爱推动这个开课出来。 互人，一寡人有兴趣的人来读，像那读册安尼开班落去教。贾进发强调，希望透过政府的力量推广长期的培训课程，来帮助台湾的传统工艺搁再延续落去。这个伫新店14张历史建筑园区的工艺体验，是新北市文化局配合工艺特点所办理的推广课程，到今年年底进行，邀请19位传统艺师开课，希望让民众同齐来了解无共传统工艺的水。 贾进发又表示，虽望即马传统工艺面对断层危机，不过若是加一个人来认捌，就加一个机会，会当互伊延续落去。记者张家琪、谢桂林新北报道。